李 Sir， 咁早請你翻嚟，冇嚇親你同你屋企人啊嘛？文件裏面嘅人名有冇印象？冇。一架 EU 車唔計駁腳，一個知道當日行動細節嘅內應，一個 IT 人去 set up 成個 system， 一個負責同你溝通嘅人，當然唔少得衝鋒車一個成員。最低消費4個就可以買起香港警隊，就算俾你屈個 IT 人出嚟，起埋批失槍，仲有個內應同埋衝鋒車隻鬼未見過。我完全唔知你喺度講咩。1995年，一個非常完美嘅臥底計劃，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個黑社會字頭，當年嘅 O 記主管叫做李文斌。事情之後，基於人身安全，你擔保佢哋加入港英政府最後一批更新人士名冊裏面，仲可以喺合法情況之下改名換姓，得到南非居留權。當年策劃編號係 ND157。我覺得你似有個警察多過個 ICC。連金副主管都俾你面埋口，一批新舊伙計幫你做台大戲，買起長命機，送劉傑輝一程，係咪？原來你哋咁早請我嚟，係想我聽你哋作故仔。如果冇乜其他事，我想走先。李 Sir， 你嘅策劃能力真係好強。劉傑輝嘅無敵履歷，連埋下線整嘅梯隊，一個所謂寒戰行動，全部報銷。翻查記錄，令尊李樹堂係當年華人最高警司，你個仔李家俊 IQ 192，人雞姓畢業，李家三代一門三傑，恭喜你啊李 Sir， 你一定係下屆警務處長。你嘅想像力越嚟越豐富。唔係想像力，隔離房就坐咗你嘅舊伙計楊志安，要唔要我叫佢過嚟同你聚下舊啊？小朋友，唔好同我哋呢一套。我敢攞條命嚟同你賭，隔離房淨係得你老細。基於一個片面嘅分析，冇做過嚴密嘅邏輯推算，就請咗喺香港警隊2位副處長翻嚟問話，浪費佢哋寶貴嘅時間，係咪好興奮？一手抽出幕後黑手，搗破警隊大陰謀，係咪覺得好本事啊？到你坐到我個位，你就自然心中有數。我嘅網絡同人脈多到連一哥都佔唔晒。我唔明你哋究竟想喺我身上面揾到啲乜嘢？你哋假設2位副處長，其中一個係鬼，一係就劉 Sir 侵吞贓款，一係就我害佢想升職。我喺警隊服務咗30年，識咗唔少嘅朋友，亦得失唔少人。不過呢30年，我學咗一樣嘢，就係每一個機構、每一個部門、每一個崗位都有自己嘅遊戲規則。無論暗又好、明又好，第一步學曉佢。不過有好多人未做到呢一步已經死咗，知唔知點解？嚟唔切。第2步就喺呢個遊戲裏邊揾個線頭出嚟，學曉點樣唔好犯規，識得點樣喺個線裏邊玩，咁就可以勉強保住條命。一個城市可以冇咗 ICAC， 定可以冇咗警察。仲有你2個都新，自己小心啲。你哋嘅上司心地唔好。李 Sir， 阿 Sir， 喂，我哋搬嚟咁耐，第一次上嚟探我哋喎，點解唔先通知我？今日係你哋廉政公署專程請我上嚟協助調查。根據香港法例，廉政公署有權喺冇證據嘅情況下拘留我48小時。我決定喺度住1晚，俾夠2日時間你哋。希望你哋到時砌都要砌夠足夠嘅證據，先再傳我上嚟問話。冇激啊！冇激！你係處長嚟㗎嘛？我哋做嘢都係希望同警隊派服嘅啫。咁，嚟我 office 坐低。
知道個遊戲點玩未？